話說邊個會冇偷用過阿媽嘅護膚品？因為佢用 CDP SK2，我用嗰啲全部都唔過100蚊，所以我會成日趁阿媽沖緊涼入房偷用佢啲私貨嘢。但有日我偷用，發現支嘢用晒，明明前日仲有好多，我嗱嗱聲去 HKTV Mall 買啦，最快3小時送到，落單又減多50蚊，心諗唔會俾人發現啦。將支精華歸位又過幾日，又發現冇咗半支，心諗唔通有小偷？又過幾日，發現爹哋喺房唔知搞咩。入去見佢竟然用支 CDP 搽身，簡直震撼，1000幾蚊搽身。我老豆仲話唔係夠人，我偷偷影咗上去 WhatsApp group， 但嗰晚我老豆完全冇俾人鬧。第二日阿媽同我講，原來佢一直都知我哋偷用佢啲嘢，所以我哋用開嗰支佢會加開假嘅補充裝，即係我平時都係用緊平嘢，我都唔知俾咩反應佢好。果然薑越老越辣。By the way， 4月22日至5月10日 HKTV Mall 做緊母親節優惠，精選護膚化妝500蚊減50蚊，精選女士時尚服飾3000蚊減200蚊，記得用優惠碼。講完。